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从房企聊起8月15号，万科海外发布盈利警告，预计2025年上半年将录得股东应账亏损1.01港元，而2024年同期亏损2900万港元，亏损幅度扩大约2.5倍。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期间股东应账亏损主要由于集团投资物业的公允价值亏损增加，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万科在海外持有的物业贬值了，缩水了，就这意思。那就是万科它不仅在国内这个面临困境，海外的业务一样是亏损严重8月14号消息，这个叫港资房企路径基建发布内部消息公告，称其决定暂停支付所有的离岸银行债务、票据以及永续证券的到期本金和利息。什么意思？也就是这个港资房企路径官宣暴雷，就是欠的钱不给了，没钱给。公告指出，路径无法使用指定资产所得款项支付2029年7月到期的票据利息，以及2030年1月到期的票据利息。至公告发布时，路径的离岸债务总额约为15.1亿美元，其中未支付的到期利息总额2262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路径的违约并非突发事件，早在2025年7月12日，公司的离岸债券便已到期。根据相关条款路径在违约后享有30天的宽限期，此笔债务为路径2021年发行的5亿美元债券，余额为4.35亿。这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无论是内资房企在海外的业务，还是港资房企他们自身，那都是一塌糊涂都是暴雷。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7月份4个一线城市的单月跌幅全部进入全国前7名，北京更是领衔主跌领衔全国，环比跌幅跌了1.1%。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一线城市开始补跌，就这么简单，对吧？这2线、3线、4线都已经跌过了，跌无可跌。目前现在就等着一线城市补跌完了之后，咱们再来一轮新的。所以这个进入8月份这个楼市呈现一种加速状态形势不太乐观所以正因为形势不乐观，所以这个中国房地产报今天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目标直指地方政府。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报它是住建部下面的媒体，所以它今天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市级政府要扛起稳住楼市的责任。你看看这就相当于住建部给各个地方政府要他们牢记自己的主体责任，稳住楼市是你们地方政府责任的。他的文章这么说的说人们常说政策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对于当前楼市更是如此。通过改革发力，政策革力，把楼市消费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出，调动市场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实际，在目前阶段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8月8日，北京放松5环外住房限购政策，即经济住民家庭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2年及以上的非经济居民家庭购买5环外商品住房不限套数，同时优化公积金首套房标准、贷款最高额度等条件。说从新政落地到第2天到首个周末，北京5环外楼市客流明显回流说据我们记者实地探查，石景山、朝阳、海淀等5环外区多个楼盘看房客流大增。朝阳有楼盘在新政后第2天到访客户达到200组，成交10套，销售金额1.03亿元。你说整个北京就偌大一个京城，1.03亿够干嘛使？这小编这记者也是对吧？为了完成这个作业，为了完成这个新闻，也是确实没办法。北京此次楼市政策调整对改善性需求释放效果显著，5环外潜力板块将成为接下来北京楼市交易活跃区域。你说上海那个5000万一套的房子，对吧？这个日光一天卖200亿，那个你说火爆说得过去？你这好嘛，一天卖1个亿，而且还是周末，那可见平时那都多冷清所以这个小编有的时候这个立功心切最后走向反面，变成高级黑。说北京楼市作为政策风向标，一举一动都被视作全国调控节奏的最强信号。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关键是其传导效果，一方面是其他一线城市会跟进优化政策措施，一方面向所有城市传
本地楼市必然快速回稳的重要意义。从10点看，北京楼市政策松绑也具有必要性。据有关机构统计，今年7月北京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1%，1到7月累计同比下降13%。那这意思就是北京的楼市没稳住，对吧？这个北京房地产报说的，同比下降31%啊，累计同比下降13%啊，这能叫稳住了吗？但是去年9月份啊，我记得经济学家马光远老师啊，他说了，依他看，一线城市楼市稳住了。我记得我当时专门做个节目，我说1年以后是不是稳住了，对吧？事实证明啊，没有稳住。我们知道历史上楼市牛熊切换多为需求侧因素所主导，政策宽松总体来看，楼市就上行，且上行周期长，下行周期短。我们认为，虽然北京楼市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开，但其有力度的开始放松，标志着房地产市场新周期真正开启。楼市从新房到二手房和商业地产将兑现一轮稳步向上的周期。这个向上已经好几回了，对不对？去年就说啊，去年924新政吧，还是927新政，那个力度多大？有什么用？说都出现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乃至房价止跌回升的信号，重估中国楼市价值视野与格局将再次打开。最后啊，这个房地产报说啊，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在落实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工作目标任务上，建议省级政府对敢于担当、善于稳住楼市的城市政府领导晒成绩单，让那些把稳住楼市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的实干家脱颖而出，进一步推动广大城市政府干部以想抓落实的自觉、敢抓落实的担当、会抓落实的能力。你看这一套一套的推动稳住楼市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落实。对一些城市政府在谈论稳住楼市时满怀豪情，一旦轮到抓落实就打雷不下雨，下毛毛雨，充满畏难情绪的现象，要警觉并及时督促检查，让其立下军令状，这样成绩单、军令状才会成为凝心凝力的发展状、信任状，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赢得市场支持，群众高兴。这个小编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啊。首先这个房价涨啊，房价稳住啊，不是群众高兴，是炒房的高兴，对吧？群众是盼着房价跟收入相匹配，咱也不说群众盼着房价跌啊，那个思想不健康。但是群众是盼着房价跟他的收入匹配，这没毛病吧？群众的收入跌了，他就希望房价也跌；群众收入涨了，那你房价涨一涨，对吧？群众的收入稳住了，那你房价稳，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你一味的啊强调楼市，强调房价不能跌，不管这个牛马韭菜死活，脱离了牛马韭菜，你谈什么稳楼市，那都叫什么舍本逐末啊，对吧？小编应该想一想，全国绝大部分城市所有的这个限制都已经放开了，请问还有什么招数来救楼市？广州对吧，已经全部放开，没有什么限制，广州的楼市稳住了吗？那你说让广州再出来什么政策？那无非就是撇呗，购房券刺激消费啊，刺激韭菜买房。你除了这个政策还能出什么政策？你出什么啊？首付下调5点，利息给你下调3个基点、10个基点，契税给你免啊，韭菜就买房了，对吧？小编他忘了啊，工具箱里没啥工具了。当然了，还有专家啊，那认为政府还是有手段的，政府还是有办法，对吧？工具箱里工具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那个有个经济学家叫姚洋，叫北大国家发展研究学院，好像叫国发院吧，前任院长姚洋，对吧？他最近这个他建议啊，政府收100万套法拍房，也就是啊，政府啊设立叫中储房。我记得咱们节目介绍过。然后这个经济学家马光远还批判了这个姚洋，对吧？收100万套法拍房建议，质问姚洋，你收100万套法拍房想干什么？专家认为啊，你房子卖不掉，你放到市场上形成了压力，对吧？就是供求端，你在供应这一块就多了怎么办呢？对吧？政府成立一个中储房，就像那个中储粮来调节用的，把你房子买了之后减少这个市场上房子的供应，这样房价就稳。专家的这个理由啊，看上去好像这个很充分，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对吧？你要照这个逻辑的话，那以后汽车卖不掉，那你也搞个中储车呗，对吧？把那些新能源汽车都买了，对吧？服装卖不掉，那就搞个中储服，国家发那个长期债券，把衣服一买，这叫人为控制价格。问题是有什么用？好像他把这个100万套房子一买，这个房价就涨上去，韭菜的收入就好了，形成一个正向循环，对吧？韭菜收入好了，韭菜就买房，房价就拖住了。100万套房子你怎么管理？就是说这个专家他也不动脑子啊。你现在的开发商手上卖不掉的房子也是，对吧？稀稀拉拉的，他并不是说一个项目的卖不掉，也不是整栋楼的卖不掉，对吧？他这儿卖掉几套，那儿卖掉几套。你政府收100万套房子，你怎么管理？管理成本得多高啊！不要说银行利息了，对吧？你这是运维成本非常高，巨额亏损，对吧？你又不能加钱卖，对吧？你要加钱卖的变成与民争利啊，对吧？那你动用国家的力量跟老百姓来赚钱，那
那你何必那么累呢？没必要嘛，那就明明可以抢，对不对？非要借，对吧？你也不能加钱去租，你租还得是廉价房，也就是说你这个你不能盈利，公益性起个稳定作用，那你巨额的亏损实在不具备操作性。与其对吧？你要政府收100万套，那你不如把这个给韭菜发点购房券、优惠券，对吧？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没有卖不掉的房，你只要足够便宜，对吧？你只要优惠足够，给这个购房券啊，让韭菜把房子直接背走不就完了？你政府也不用管理，那么韭菜自己去管理，韭菜按月还按揭贷款就完了，赚了赔了是韭菜自己的了。专家啊经常闹笑话，他想的太简单，不是刻舟求剑，就是什么有点不接地气，脱离生活，对吧？你说让国企收购房子，政府收购不就是国企吗？他的政府自己也受不了，他的委托国企去收啊。那国企本来效率就是不是人浮如事，你要再成立这中储房，那也得给他多少编制啊？完了这100万套房，恨不得一套房一管，那得增加100万个编制，你养得起这么多人？这个最近啊，马冠元老师好像也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对吧？这对谣言这种啊，收购100万套法拍房，这个马冠元老师那是不支持的啊，坚决反对。但是马冠元老师他说咱们这个房子啊，为什么卖不掉啊？因为这么多年房子质量比较差，就这意思，就是或者是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啊，这房子这个不够环保节能。说这个德国的房子，人家的房子恒温环保节能都不用空调，咱们这房子每个房间装个空调，大江南北房子都得装空调。这个今年夏天啊，这个连东北的空调都卖疯了，往年东北都不需要开空调，所以很多居民啊家里就没有。但是今年夏天又热，东北啊热，所以说紧急装空。马冠老师一说德国啊，说这个盖的房子环保不用装空调，结果一个德国的小伙啊不乐意了。这个德国的小伙说啊，我们不装空调是因为用不起，或者觉得不合适、不合算，不是房子什么科技含量高、保温保湿。大家看视频，科技发展到今天，房子里边还必须用空调，这是耻辱。空调这种东西早用就淘汰了。我们的房子还这个情况，一到冬天暖气干的不行，一到夏天热的不行，必须用空调。房子其实本身也是高科技，不是像有人讲的，我们的房子就是水泥啊、石块。欧洲有很多被动房，家里根本不用空调，恒温恒湿，这都是高科技。我们差得很远。我们现在的这种恒温恒湿的概念已经很流行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懂？因为没有。如果说我们政策层面去鼓励，比如说我们鼓励绿色建筑，我们鼓励低碳建筑，那不一样。低碳建筑有那么难吗？不难，慢慢来，先从窗户来，把窗户坏了就不一样。节能的窗户跟不节能的窗户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儿可以去。这2天德国这边就比较热了，今天白天的时候应该有35度左右，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然后现在还是30度。为什么德国人家里面都不怎么安装这个空调？那首先呢，可怜的没有空调的德国人在很热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给你们看一下一个东西，这是对面的房子，你们看一下，这些窗户都是关着，那边也是大部分都关着，这边也是。没错，我的朋友们，他们把这个窗户白天的时候关着，为了不让这么多的太阳和热的空气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我给你们看一下马铁的房子，这里也是一样的情况，黑黑的，把这些窗帘都关着。那一般来说就是这些方法了。白天的时候把这个窗帘关上，然后晚上的时候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让晚上比较凉快的空气进来，然后交换一下这个空气。包括说穿少一点，喝非常非常多冰的水和饮料，包括说啤酒，包括说很多德国人在夏天的时候都不怎么待在家里面。比如说马铁这个非常舒服的阳台，你可以在上面待着，虽然说也热，但是没有那么闷。然后很多家庭、很多人白天的时候也会出去，会去森林里面、湖边、户外、河边、室外游泳池，比较少待在家里面。那咱们接着说，德国人到底为什么不考虑家里面安装一个空调呢？窗帘打开，然后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哈哈，没错，我的朋友们，当然马铁已经比较饿了，因为已经到晚上了。今天就是吃欺骗餐的日子了。今天咱们来吃一个不那么健康的披萨了，边吃边给你们讲。那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德国家庭里面没有空调？其实比较简单，没有这样的习惯。因为其实德国的气温算是还不错的，你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夏天不算特别的夸张，比较短，这么热的时间每年可能也就几个星期，冬天比较长，比较冷，所以说很多人没有培养一个这样的习惯，觉得不需要空调。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和德国人的特色和文化
有关系，不爱浪费。他们很多人会认为，哎呀，这个比较热的时间就坚持一下，不需要安装这个空调，它是一个不太有必要的事情。哪怕你难过或者说不舒服一段时间，但是你最起码没有去浪费。第三个原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费用和环保的一些考虑。你在德国安装一个这样的空调，第一，安装费这个空调本身比较贵，然后第二个是你去使用它，电费也是非常的贵，哪怕你要去保修换修它，各种费用都是比较高的。很多家庭要么买不起负担不起一个空调，要么就是舍不得花这个钱。他们认为可能可以节约这一笔支出。还有一个考虑，环保，这个空调它要用电，也得去生产这个电，生产电对环境肯定是有坏处的，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他们也认为，如果能避免的话，那还是算了，还是不用了。那最后的一个原因，德国的建工和建筑，因为从历史开始一直到现在，德国没有这个习惯考虑设计架空调的一些设备、建筑和房子上面的一些空间等等。比如说这里你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在修的房子，可以看到它有很大的窗户，然后比较厚的墙，比较简单的一个设计，但是上面没有，这边边边都没有一个加空调的地方。所以说德国人不安装空调的原因其实多种多样的，但是都是比较现实的原因。我也发现了今年和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也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开始考虑安装一个。毕竟他们认为有一个还是可以少用一点，它还是会增加一些舒服和生活的质量。这个马官员啊，还有这个德国小伙，谁说的是真的呢？对吧？谁说的更符合实际情况呢？就我在想啊，这个德国小伙说的好像更加这个符合现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专家，对吧？因为毕竟你是专家呀，你跟咱们这种不着调的频道不一样，对吧？咱们是不正经的节目，对吧？你作为专家呢，说话还得注点意，对吧？发言，对吧？还先做调查核实，要不然就闹笑话。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南风窗啊，它有个报道说，全国多地物业费大跳水，物业费降价对业主来说是好事吗？在过去，物业是一门坦赚的生意，一栋住宅建好后，未来10年、20年、30年都可以向业主收取物业费。何况在房地产增量年代，小区只会越来越多，物业公司背靠开发商就能轻松乘风而起。但现在风向变了，最先显现的信号就是物业费大跳水。这个咱们在几年前就已经说了啊，对吧？不要看物业现在是岁月静好，未来啊，对吧？收物业费的这个问题，因为业主没钱，业主失业了，吃饭的时候物业费只能啊，要么降，要么就是人家拒交不交拖。所以说这个说物业稳定，那都是假象。就咱们一直说，对吧？如果你那个行业现在不受影响，那你应该珍惜，因为来日不多了，含义就在路上。虽然迟到，但是它必然会到的，不会缺席啊。加上地方政府，对吧？越来越这个为了房子销售啊，对吧？为了刺激房地产，它要求物业公司对那些空置房减免物业费。天下苦物业费9亿，这一轮物业费降价潮背后有政府的推动，有业主权力的崛起，同时也是房地产进入存量市场后供需关系改变的必然结果。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业主的收入在下降，业主开始，对吧？物业费这个也是蚂蚁腿上要刮肉啊，对吧？以前无所谓，现在业主他就问了，我这一年交几千块的物业费到底有啥作用，体现在哪，对吧？大家就得去审视了。所以物业费降价那是必然啊。对于不少小区而言，业主物业漫长而曲折的博弈才刚刚开始。不光是物业啊，实际上各行各业都一样，对吧？只是他们遇到含义的这个时间顺序啊，有先有后，对吧？有的行业离房地产近的，对吧？房地产一暴雷，房地产一遇冷，这离房地产近的行业那就先遇冷，远一点的，对吧？它就晚一点，就这么点区别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